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9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从有到无。我们要读路得记第1章20到21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记载在诗篇40篇17节。我们要一起来读。我软弱无助，但主啊，你仍然顾念我。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15.9秒，发生在台湾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的地震，总共持续大约有102秒。相信这场地震大家非常的深刻。这场地震造成了2417人罹难，29人失踪，11305人受伤。另外有51711栋的房屋全倒，有53768栋的房屋半倒。这是台湾在战后时期伤亡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。这场灾难使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。昨天的经文记载了拿俄梅这位婆婆和外邦的媳妇路得，就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离开了摩押，回到了家乡。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阔别了10年的故乡就在眼前。这时候我们看到那一些妇女们就惊讶的大喊，这是拿俄梅吗？这个问题其实让读者充满想象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呢？当然是看到拿俄梅看起来好像又不太像，跟10多年前差太多了，所以就问，这是拿俄梅吗？肯定拿俄梅经过这10多年，外表改变很多，特别是头发也白了。经过了丧失丈夫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悲哀沧桑之后，可能她的表情跟离开的时候差得太远了。拿俄梅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拿俄梅说，不要叫我拿俄梅啦，要叫我玛拉。从甘甜一直到好像很苦，为什么不要叫我拿俄梅，要叫我玛拉呢？我们昨天已经谈过，这2个名字的希伯来含义刚好相反，一个是甜，一个是苦。所以呢，拿俄梅说，你们不要再叫我一生甜蜜了，其实我一生是充满痛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是一无所有啊，在面临世上至亲悲伤痛苦，又失掉了所有。拿俄梅和摩押的媳妇路得就回到了家乡。今天的经文有个阅读的观点，其中一个就是有跟无的主题。这段经文很清楚，拿俄梅他自己说，我是满满地出去到了摩押地，不过呢却是空空地回来，回到了伯利恒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本来是很有这一些的财富，在一下子失去了这些的财富，
做生意失败了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心境哦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可以想象拿俄美的心境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要逃避饥荒，所以把所有的家当都带着移民，然后到了摩押地，所以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。这个满满当然是也指着有先生，有2个孩子都在身边，只不过呢，这10多年过去，空空的回来。他一个人回来，先生没有了，2个孩子也没有了，他失去了他的所有。其实拿俄美忘记了，他还有一位乖巧疼惜他的媳妇，在他的心里面，似乎目前这情况，媳妇并没有办法带给他怎样的一个资产，所以他说我是空空的回来。但是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，原来这个美好的故事完全的转捩点就在于这个拿俄美，他可能当时还不以为意的媳妇路德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人生有好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觉得怎样就怎样的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个媳妇不起眼啊，外邦女子，信仰又不一样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能够使无变有呢？上帝他不能够改变人吗？那么这也是路德记一个重要的主题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整理了第1章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。这个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记录，从有到无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反创造的主题出现。因为人生真的有时候我们是反创造，从有变无。那时候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啊。今天我们从有变为无的这可怜的遭遇，会不会有转机呢？这对苦命的婆媳会不会有转机呢？让我们明天继续看下去，看看上帝有没有美好的安排。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，人生不管有不管无，我们都应该有智慧做正确的决定。是谁使你有？是谁使你无呢？愿上帝今天赐给你有人生的智慧，能够跟随他。我们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虽然有经历过无有，但是也有经历到丰盛。愿上帝的平安恩典与你同在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曾经经历过从有到无的经历吗？当时候你的内在感受是什么？你会对这位上帝来埋怨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掌管万有的主啊，我们知道一切赏赐在于你，收取也在于你，我们只是有管理权而已啊。但是当我们失去所拥有的时候，难免我们心中会埋怨你，为什么会让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？可能我们的心会充满许多的苦毒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除掉我们内心一些苦毒埋怨，帮助我们学习顺服，也学习在困境当中能够依靠你，相信你是使无变有的神，相信你是愿意将一切丰富赏赐给敬畏你的人的神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